7，如果你肯放手，你就有机会选择别的。人的心若组织自己的观念，不肯放下，那么他的智慧也只能达到某种程度而已。9点，如果你能够平平安安地度过一天，那就是一种福气了。多少人在今天已经见不到明天的太阳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成了残废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失去了自由？多少人在今天已经家破人亡？60点，你有你的生命观，我有我的生命观，我不干涉你，只要我能，我就感化你。如果不能，那我就认命。61点，你希望掌握永恒，那你必须控制现在。62点，恶口永远不要出自于我们的口中，不管他有多坏，有多恶。你愈骂他，你的心就被污染了。你要想，他就是你的善知识。63点，别人可以违背因果，别人可以害我们、打我们、放我们，可是我们不能因此而憎恨别人。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保有一颗完整的本性和一颗清净的心？